今年初，交通部观光局公布着全台湾上贵的饭店，就伫南投的日月潭，高级饭店住一暝都要1-2万块。其实日月潭附近的商店，嘛未少便宜的旅馆哦。像伫个直接火车头的上款，都有铁基路风格这个旅馆，房间的间隔都亲像是火车的车厢同款，住一暝差不多是2000到5000块。另外，伫个民间有个等整修过的汽车旅馆。 有 KTV， 有游泳池，真有度假的感觉。住一暝嘛只要2000外块。卖过日咧，会使唱好狗开，大人拼歌喉，囡仔伫边仔伫耍水。这毋是啥物高级的俱乐部，是伫南投民间乡重新装潢的一间汽车旅馆。这甲一般的汽车旅馆上大的无共，就是有 KTV、游泳池甲热带风情的布置，特别有度假的感觉。像以前我们唱歌要到外面去，泳池要到楼下，像5星级饭店要到楼下去跟别人一起share。所以在这里你有完整属于你个人一个私人的空间。一走进来就感觉很像民宿那种 villa 的风格啊。这款的度假房型适合大人囡仔，活日月潭，平均免3000块。去日月潭算2天1暝家庭客真介意。 这间囡仔甲铁路迷上介意，房间内底有火车车厢，感觉袂似是困伫长途的火车内。有一些新闻说我们南投县有很多的这个住宿都相当的贵，一间房间一个晚上都要1万多块、2万多块。但是我这边还是要呼吁说，我们所有的游客，因为南投县真的是一个非常简朴的一个县市，其实有很多的这些住宿都是相当的平价。 这间旅馆伫直接车头附近，共款活日月潭，住一暝差不多是2000块到5000块，一开放尔就互订了去啊。有这间伫水里乡新起的旅馆，主打是亲子甲商务旅客，清气的空间，光线真好，加上离日月潭塞车免半点钟，住一暝2000至5000块不等。51年假引导期间，房间拢互订了去啊。 未少生意人伫日月潭的附近有开新的旅馆，更加主打几千块就会当住，就是要改变游客对日月潭饭店真贵的印象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